我同阿何生都係嘉華足球隊嘅隊員啦。當時我哋係做球員嘅，幾年前機緣巧合啦，係咪機緣巧合啦？咁我哋就有機會由我哋去管理個球會。喺疫情前啦，咁我哋幾個即係志同道合嘅球友就決定話，不如 set 一個將嘉華足球隊去升翻到甲組聯賽嘅一個目標。呢個目標嘅重要性就係令到我哋大家都相信同一樣嘢，都係一個互相帶動嘅效應。令到大家係即係嗰股熱血係一路推住我哋向前。即係其實足球就係你要有個目標，你先可以向前行。喺幾年前啦，我有機會加入到另外一個球會嘅管理層啦，就係奧科精英啦。足球管理同你踢足球其實已經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嚟嘅。你真係要好有熱情，好有心，即係我哋唔係話去收人工去做呢樣嘢。喺澳門嘅足球，你知道係付出多過收穫嚇。所以你如果少咗一點嘅熱情咧，其實你好容易會放棄。咁之餘我哋其實包括一啲球員都好，其實佢哋都係又要做嘢，又要兼顧踢波。除咗外籍球員咁樣，我哋一啲本地球員佢要翻工，我哋都會要諒解。咁樣有時就係一個互相諒解，同埋互相做好自己角色嗰個所要求嘅職責，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。10年前我哋開始咗青訓系統啦，由7歲、10歲、12歲、16歲，我哋出咗好多優秀嘅球員。每次當我見到我哋嘅小朋友，哇，睇住佢由唔識踢波嚟到一路越踢越好，去埋澳門隊代表，係呢啲點點滴滴嘅嘢啊！我感覺到係呢10年真係有啲收成，睇住佢哋嘅成長，我感覺到就係我哋投資落去嘅時間、精神係冇白費到，亦都係呢一股力量令我哋繼續堅持。即係由我哋丙組，以至於我哋去到依家甲組嘅球隊嘅陣容，大部分嘅人都已經改頭換面咗。包括我哋自己都冇再即係參與喺場上。咁但係即係唔代表我哋就即係少咗一份熱誠。即係有時我哋坐喺場邊，我哋係可能比佢哋喺場上更加緊張。雖然好想喺場上同陪大家一齊去努力，可能就係仲係有嗰股熱血喺個心入邊，就係想陪同大家一齊去完成我哋所定下呢個目標，就係呢樣嘢去推動我哋。亦可以睇遠少少，望住自己目標，揀啱嘅路，唔好放棄，唔好怕辛苦。個發展道路上，你唔單單可能淨係可以做一個足球員嘅。因為我哋依家見到現時嚟計，你可以去考教練牌照，你可以做球證，係嘛？你可以做球隊管理。其實有好多道路可能係喺你不斷堅持發展落去嘅時候，嗰啲門先會為你而打開。咁所以即係我認為重要嘅就係要繼續堅持，少啲玩手機。對於球隊未來展望，我哋其實今年我哋喺我哋嘅目標當中，我哋希望可以衝到前3名啦，即係呢個係我哋定好嘅目標。咁另外因為始終新教練嚟到之後，我哋其實成隊波係正適應緊一個新嘅現代啲嘅一個打法。目前我哋見到球員亦都好投入去配合教練去執行呢啲咁樣嘅戰術。咁所以希望就係話喺完季之後，咁我哋坐低嘅時候，我一嚟可能喺成績方面我哋能夠達標啦，二嚟就係話球員會覺得嘉華呢個足球體系係適合佢嘅，係啱佢嘅，因此會繼續去投入即係嘉華未來季度嘅一啲嘅發展。真係培育青少年球員。今年其實我哋方向係改咗嘅，我哋唔係話唔去爭標，但係想着重喺青少年培養，俾機會佢，同埋將對球隊慢慢年青化，盡量我哋喺高水平嘅比賽俾機會一班澳門本地嘅青少年球員，幫佢哋準備好自身。當澳門隊需要佢嗰陣時，呢個球員我交俾你啦。我哋能夠做嘅嘢就係話，我哋首先我哋做好自己咯。所以而家我哋無論係奧科精英，
或者係嘉華足球隊，我哋都係盡量用我哋自身嘅一啲資源啦，能夠做嘅為我哋下一代一啲青少年球員啦，提供更多機會、更多平台俾佢哋去發揮。幸運地，我哋喺途中我哋遇到好多好好嘅拍檔啦，同埋有好多朋友去支持我哋。希望澳門足球隊多啲人去關注啦，係嘛？多啲人去支持啦，咁啊成績一定會慢慢越嚟越好。澳門足球加油！